后来继续来看高雄有乡亲过年前搬厝，请家具行甲吊车业者来协助搬500公斤重的茶刀，可能是吊挂过程绑无好势、绑无严，这个倒帮为4楼悬上落1楼，这些假力，这个倒帮位中离开，涂骹嘛共向害，真正是好你家在。当时有来做管制，无去想到人甲车，也若无，就真歹飞回咯。犀利哦！一群人真无简单，才甲茶刷去窗仔边，准备要挂起来。毋过安怎看，拢感觉真奇怪。我就感觉粗啊。会变质的啊，伊安尼就变质。茶帮强强变质的，规个落来，砰一声真大声，落落涂骹。所有人看到这个画面嘛，赶紧跳去边啊！茶帮闭开会当真清楚看到壁唇，1楼涂骹的态度嘛受到影响。碰一声，对，要有出来外面看一下，才知道是家具的桌板掉在地板，从吊车上脱落，摆那个三角锥都摆到我们店门口这边。伊甲提醒讲叫伊下底白色啊，伊讲唔免啦，爱白花的啊，白安尼啊。即摆造成意外，技术是家具行伫搬的过程当中，无甲茶帮绑好掉。这个算重，爱济人刷，算人数无够。叫阮的人去倒刷。伫高雄美术堂2楼美术办公街大楼，有民众伫过年进前要搬厝，结果500公斤的茶帮直接对4楼落来。那如果以这个高度掉下来的话，我们的落地的那个瞬时速度，它的秒数大概会是在14公尺到15公尺之间左右。其实伫过年进前，袂少人拢会搬厝，或者是换新的家具。不过像这种大型的物件，要进行吊挂，安全固定才安全。即摆一条爱砍你一块落来，安尼你即摆吊开这个物件，伊就坐掉呀，伊就袂溜了。加在即摆有做管制，才无影响到无辜的人车。不过有即摆的经验了后，不管是家具行或者是吊挂业者，拢会详细各做确定，才会当避免各出意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